我要举目望山，我的帮赞对倒落来，我的帮赞对耶和华来，伊是创造的。咱即时要三甲的吟诗，学了咱上帝，咱起立来吟第8首，车门就举起你的头。请坐，咱即时要下头三甲来祈祷。亲爱阿爸爸上帝，阮正信的兄弟姊妹，伫圣的主日来到圣殿，要来敬拜你。主啊，你是圣洁的主，阮却是喙唇无清气的人，佮踮伫喙唇无清气的百姓中。主啊，阮即时要来到你面前，要来悔改认罪，求你的光即时来光照阮。互阮隐捌的罪来显明，阮常常看重家己的事，过头你的圣工。阮本应该顺坦主你的旨意，伫兄弟姊妹中间讲出劝勉、安慰、造就人的话。阮却是有时软弱，常常讲出批评、论断、埋怨的话语。主啊，求你赦免阮这个可怜的罪人。主上帝，你的话语应允阮讲，阮若认阮的罪，上帝你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你就要赦免阮的罪，随除阮拢总的不义，互阮会当搁坦然无惊，搁一遍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领受你的恩典甲快乐。主上帝，你的话语对阮讲，独独圣神临甲你的时，你要得到才能，搁伫耶路撒冷、遍犹大、甲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，要做我的干涉。主，阮知今仔日的耶路撒冷就是阮的教会。阮看到教会中有侪阮所敬听的员工甲主管，社区的妈妈班的成员，上义大学的学生。虽望因伫教会出入侪年，却是因拢还无信耶稣，正做上帝你的囝儿。主啊，求你的圣神即时特别甲阮同在，互阮伫伊面前有好佮水的见证，有教养的听心来款待因。也时常为因来祈祷，甲因建立水阁好的
关系，互阮有机会会当带领因认捌主耶稣，成做因一生上水的祝福。所以，阮即时嘛要特别为着尼泊尔这个国家来祈祷。这个国家遭受了空前的大灾难，有超过6000人过身来死亡，1万人来受伤，7万间厝来倒去。主啊，这个国家需要你。主啊，你安慰神，特别甲这苦难中的百姓来同在，互因气力扶持因，带领因踏前的路站，嘛兴起普世教会中的兄弟姊妹。伫物资、医疗、金钱，诚做因的帮衬，也用大道扶持因，互因伫苦难绝望中会当阁徛起来。主啊，阮即时嘛要为阮所敬听的道牧师来祈祷，求你的温膏膏抹伫个喙，互伊传讲你的信息的时，带来安慰、透放伊伫个大权能，互阮信主久久的兄弟姊妹领受上帝你话语的时，就定心得到气力。第一遍来到阮当中的新朋友，伊就欢喜拍开心门，迎接耶稣成做伊的救主。主啊，阮的祈祷也是无够额，阮只是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安尼祈祷。阮伫天的父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兴降，你的旨意一正伫地亲像天。阮的日死，今仔互我赦免阮的过误，亲像阮嘛赦免过阮的人，袂得带阮入去试。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，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大大不尽。阿门。启用圣诗37篇，圣诗后面第56页。但是我即时要来启，为将要来印。袂得看入恁的性命要食啥物，要啉啥物。恁的性命敢无较大伫美牛？试看天中的飞鸟。恁的天父也是咧饲伊。你啥物人会用看路，互性命较长一刻久？刺绣山里的百合花怎样大丛？若是我甲恁讲，当所罗门极行我的时，打山里的草啊，今仔日伫咧，明日迄落下落，上帝互伊穿甲安尼。所以袂得看路讲，我要食啥物，要啉啥物，要穿啥物。独独大声求伊的国甲伊的义。所以袂得为着明仔日看路。一日的艰苦，伫一日教育。咱即时要继续吟诗圣诗480首来学咱来唱。圣诗480首，我心大欢喜，主在身边。咱起立来吟。Sweet
咱即时依然徛咧，咱要用许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地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里玛利亚出世，在本州比拉多人来受苦，顶十字架死，埋葬落阴府。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，上天打坐伫全能的地，上帝大名。伊要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神，我信神，共同的教会，圣道的上纲，罪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安宁。阿门。请坐。还是圣歌队也要学了吼，诗歌认主耶稣。Oh
咱即时要三甲来领受上帝话语。上帝话记载伫以弗所书第1章第3到第10节。现代中文译本295页，台语汉语本219页。我们用台语汉语本来读。愿咱的主耶稣基督的上帝，也是伊的爸得到儿乐。伊伫基督捌赏赐咱伫天里逐项伫神的福气，就是照伊创造世间的大圣伫基督经咱，互咱伫伊的面前食做圣，无通嫌。伊照伊的旨意所欢喜的，用仁爱大圣定着咱对耶稣基督得到做囝来归伫伊。互伊恩典的阳光得到学乐，这个恩典就是伊伫伊所疼的囝赏赐咱的。第7节，踮伫伊，咱对伫伊的肺得到赎回，赦免罪过。照伊的恩典的富有，伊将这个恩典用各样的智慧甲见识赏赐咱到满满。已经互咱知伊旨意的奥妙，照伊的好意。就是伊伫本身所达成定着的，要伫遮的日期圆满的时，设互完美，无论伫天的、地的，拢伫基督合一。今仔咱本堂3支分堂的道牧师要甲咱分享的信息，圣小主的恩典，愿上帝祝福伊的话，佮听伊的话，照安尼去行的人。亲爱的兄弟姊妹平安。今仔日是什么日？今日何日？对我来讲呢，是真奇妙的日，互我阁有这个机会来到遮尔水的拜堂，听遮尔水天使的声，啊，阁咱大家笑容的面，互我足欢喜。迄个原因对我个人来讲，是因为若毋是上帝赏赐的恩典，就我今仔日无法度通伫遮。对心中来表明我的感谢，因为我旧年伫个热天转去美国的时，想讲我随去，就会随转来台湾，搁伫个三芝安养中心继续做工。既然决定要搁住三芝安养中心继续做工，我想讲一日去，随就会转来。要转来以前。我的 family doctor， 我的迄个医生讲，你顶回转来，我叫你去照电孔，看你的迄个，即个大肠遮吼，即个小肠遮，你拢10年无去翕，所以你去瞧一个，你去看卖者，我就乖乖去了。即边去的时阵，甲较早无共，因为咱来去检查的时阵。看因伫甲咱检查的技术者吼，因拢笑甲咱讲话。即边毋知是安怎，迄个小姐说毋甲我讲话哦，面吼安尼吵，愈来愈严重吼，拢总无讲话，20分钟了后，伊讲差不多好啊吼，我看你们就会搁倒转来。半点钟了后，伊转来的时阵，甲迄个大医生啦，已经宣布讲哦，你即马都爱创啥，安尼啦。迄个代志呢，是我的迄个小肠吼，即 abdominal 的迄个aortic 迄个 aneurysm 造出来，迄瘤吼已经是上帝好的迄个候选人了，不管是当时拢会像火山吼，大概会爆出来款。所以既然安尼讲呢，就开始伫注意迄项代志，安尼长话短说吼，都已经拢创好啊。迄医生甲你讲哦，迄简单啦吼，敢若你较早去创别项吼，stent 下落去，安尼就会好势。我会想讲，迄都简单，毋知影讲瞧者，哪来敢若哪严重，就呢决定讲要开 open surgery 啦，都爱开。开是好啊，也嘛是 prep 嘛做好啊吼，就是准备的嘛做好啊。做好了后，迄个医生忽然间讲你还袂做迄个心脏吼，因为咧开刀的时阵要看你顶头心脏安尼放出来肺有够硬无？看你遮尔用，迄无代志啦吼，你着安尼去创者就好。一日去创了后，问题出来吼，所有的肺管拢塌甲死吼。
所以出来的时阵，后来伊甲我讲吼，我听了足袂爽快。伊讲牧师，你的肺根哦是 ugly and messy，ugly 是足歹看 ，messy 是灰落落吼。我真爱知影讲肺根要伫个倒位啊 ugly， 要伫个倒位啊 messy 吼。所以我像呢，我若渐渐啊，就甲问吼，我讲你解说互我听，要安怎 ugly， 要安怎 messy。伊想久久了后吼，伊讲安尼啦吼，你的肺根即阵啊，亲像 sausage， 亲像烟肠，一节一节吼，拢拍夹，拢拍夹啦。所以吼，你甲伊看哦，安尼起哩，呼噜一个落来吼，安尼起哩，呼噜一个就落来，迄就是你的心脏即阵啊，肺根的情形。我听了安尼就知啊吼。当就决定讲，我若都爱开刀。即摆要开刀，即摆说换变做医生吼。即个开下骹的即个主动脉，甲开顶头的即个医生无共人，无共人的时阵呢，即顶头的即个讲要去休困三礼拜，因为伊一年才休一摆。所以我都要搁等迄3礼拜。迄3礼拜咧等的时阵真艰苦，有时啊你惊嘛惊甲会死，你知无？惊甲会死吼，所以我语过吼，都直直甲语吼，都直直甲看，直直甲看，哪看哪复杂，哪看哪复杂吼，煞毋知要安怎，所以敢若会知影一项，就是讲都爱祈祷。所以到我迄个时阵，化救人，救人就是救上帝，咱只有会通救上帝安尼。伫个安养中心遐个阿公阿嬷特别听我，逐个吼拢出来头前，拢签名，戴牧师吼创一个迄落，互伊签名，等于我拍拼祈祷，我毋知影因伫哭甲上帝讨，也是伫笑甲上帝讨，也是心情倒一款，但是我知影讲因逐日替我祈祷，安尼听有吼，所以我知影讲有真侪人伫替我祈祷。但是我咧等迄个等吼，真艰苦。我讲等这么久，所以到我10月尾吼，10月尾的时阵，我对即个顶头的即个肺根先甲换起来 bypass 3条。所以后来总好势了后，因就甲我讲，牧师你吼，过去10年，逐年拢带会友去爬山去看欧洲的所在，逐拢爬遐悬。你讲话遐大声，你唱歌也遐大声，我毋知影讲你哪会袂死？讲你运动会用个死几百摆，你无了徛起来，你讲话、你唱歌的时候，嘛会倒落去倒落去嘛会救袂赴。但是我毋知影你的上帝安怎在照顾。我讲咱差不多，你的上帝是耶和华犹太人的，我的上帝是耶稣三位一体非上帝。我讲共人啦，共人，所以伊也笑笑，我也笑笑，因为咱知影上帝听人的祈祷，上帝若照顾咱，咱毋知影伊的意思，所以咱有时仔咧想讲，是破病了后才开始惊，也是一未破病的时阵，你咧活的时阵，你逐日咧想讲，我哪会活？会袂？安尼你听我吼，所以我到迄个时才知影讲，伊咧甲我讲的是。你逐日咧讲道理，你逐日咧拍拼，你逐日出去外口咧撞，你会想讲你身躯作用，你毋知影你当时你的肺根已经 messy 个 ugly， 亲像烟肠若灌肠，你知影无？你灌肠若安尼拔起来，你就差不多啊。但是你会通会换讲话，佫会大声，佫想要骂人哦。上帝若无怜悯，你佫敢？发受气，你甲看觅，所以咱的生活吼，逐时毋是甲病的时阵才咧惊死，咱伫活的时阵，佫较着敬畏上帝，惊甲敬畏共款。所以咱若有敬畏上帝的心，上帝会听咱的祈祷。这是第一项。所以迄点了后，因发现我有即款的病。所以2款的病合作伙呢，迄个例无够偌济，迄是一个教学的一个大学看，
所以或者 Jefferson， 啊，伫个 Jefferson 呢，安尼创，啊头啊即个顶头即个差不多对遮，啊到遮，吼，安尼真简单嘛，都甲破开啊，心肝甲摕出来，啊创创的悄悄的，佮甲剪落去，安尼创，安尼就好啊。啊，即满8工了后吼，因为下骹即个嘛会崩出来呢吼，啊崩出来时阵，即个主动脉吼，这主动脉呢是迄粒遐大粒吼，所以是真好的 candidate。啊，即满下骹吼，这超出去开开的所在，伊哩亚滴呢，佮4、5粒嘛是拢全色啊，毋知当时要怎。啊，我就去看Google才知影讲足艰苦的，敢若森林内底安尼雾煞煞的。啊，后来因就安尼用切的吼，用化学的安尼甲下 graph。啊，所以安尼拢总好了，伊讲老师下骹会用当150年。啊，顶头的即种拢清，敢若水管拢囥新的吼。你家己的迄个静脉摕出来囥在遮，所以你即摆拢好势啊。但是我要讲一项，若毋是上帝恩典吼。我转来时阵想诶，啊，你甲教会吼，美国教会也好，啊，伫遮甲阿公阿嬷讲也好，我讲要安怎解说我呢？我是layman吼，伫医学毋知影半项，但是我知影一项真疼，啊，真艰苦，吼，啊，伫个面床顶吼，安尼真惊，真疼，真艰苦。啊，迄个管迄个做啥物电池吼，遐侪款，所以我180磅入去吼，203磅出来，所以拢总是水。伊踢个话，伊就拄足侪时间咯，才甲抢出去吼。啊，所以我的骹变才落苦，啊，行路无方便。啊，所以有真济代志你都要克服。啊，所以我的 complain 开始加真多。我咧 complain 真多的时阵，我的查某囝伊原来受气起来吼，伊是欢喜我有活啦吼。所以我第二查某囝，伊讲爸。阮700 C-section 去摕囡仔出来，吼，安尼尔，阮家己知影偌疼。啊，你对遮甲遮，哈，对大仔落去佫5寸，啊，对遮起来吼，对捏落去甲遮呢，啊，佫一个6寸伫咧。所以这规身躯拢总安尼吼。阮知影你会疼啦，但是你先感谢上帝会疼，你会活吼是足好诶呢。你都爱感谢，所以我就安尼用迄句话吼，我就安尼想，我就安尼甲会友讲。我讲我吼用layman吼，用安尼平信徒的话吼，敢若咱都无到甲病院，咱毋知影医生咧讲啥物话。你要知影医生咧开药单，你看有无？看无，但是看无你有信心食落去会好咧，真奇怪哦。所以毋免问，所以我即马共款，我甲阿公阿嬷安尼讲我敢若咱去买市场去买鱼啊。啊，迄尾鱼啊，掠转来了后，啊，甲开的篮摕出来了后，洗咧，啊，用刀啊对巴肚安怎，对头到尾溜安怎，安尼甲夹落去，哦，啊，遐长度呢，甲摕出来，盐摕落来甲扫咧，洗好清气，也是要等要煮要煎要创啥拢好，啊，当我无共款，医生真熬，医药真好，佮将遐物啊。长度，佮甲下落去，啊，即摆才甲天，啊，用订书机哦，咕，我有46粒的订书机，啊，我有足侪针是用线的，所以这个代志吼，安尼下落去，啊，当即摆一尾鱼啊伫遮，啊，阮查某囝讲，你当时若拗起来吼，就是感谢上帝要佮互你活。啊！我拄好敢若迄尾死鱼啊！咧等讲当时会安尼活起来，安尼听有？哦，对医生来讲，大概毋免甲遐严重啊。但是，互我转一个无要紧啦。哦，我要安尼讲的意思是，咱的性命无定着，但是上帝若安怎准备，啊，咱若安怎祈祷，啊，咱的结果就是安尼，安尼好无？哦，咱信主耶稣遮久啊，知影伊的恩典遮大。咱得到永远活是真的，但是咱活伫世间，迄个活伫世间普通日子的生活，你有快乐无？你会晓感恩未？你会伫感恩的内面显出你的疼心无？这些拢真要紧。所以当我即摆吼，阮查某囝讲，有的人2工了后、3工了后，会翘起来，哦，安尼就差不多好消息。
有个人2个月还佫伫遐，有个人2年还佫伫遐，较久的，就是合作植物人还佫咧等，也真少人2项做一个创。哦，这边这个大家有，这边这个嘛是有人有，也你76岁啊，啊2项斗做伙，啊上帝要佫互你翘起来，要佫互你做啥的出在你。我敢若知影一项，我都爱紧好起来，才会用个转来台湾。啊，当伫咧3个月内面，我都爱互医生签名，也会用个坐飞轮机，也都爱心脏的复健都爱通过。啊，这些拢总过了后，我就讲我要坐飞轮机啊，我就要，所以我转来。安尼到今仔日差不多超过5个月，哦。对，开刀了后到遮，恁看的即个，就是5个月了后的中心。啊，我伫咧遮要讲啥物，都爱算上帝的恩典啦，安尼好无？有一条圣诗吼，安尼讲拄着试炼，知会为你真艰苦，直到日子失望，四面看无路。你所得的恩赐，逐项想来记，稳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。主的恩赐你着算着晓，主的恩赐你减算为了，主的恩赐逐项算来记。稳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，这就是真好的歌。安尼得感动人，也会互咱来纪念上帝听。啊，写这首诗的人，带阮到伫咧美国无偌远的所在啦，差不多3 miles， 差不多7公里、6公里、5、6公里。伫 Medford 的所在，有一个少年人呢。伊迄阵啊，伫100年前哦，接不了热心到吼，看到人就讲，你袂晓算上帝的恩；看到人就讲，你袂晓算上帝的恩。啊，家己拼到要无煞煞，因老母讲，慢慢啊来，毋免遐紧。啊，所以安尼上5年了后，抑佫是共款，看到教会无热心，看到教会无热心的原因是袂晓算上帝的恩典，所以真爱人算上帝的恩典。5年了后，伊写即条歌。啊，写即条歌了后呢，真成功，逐个人真爱。啊，迄个文章真好，迄个诗真好。有一个人佫真有谱，写谱。啊，一个谱一个写出来的时阵呢，佫较受欢迎，因为迄个谱一个好，也词一个好啊，了，安尼唱落去真好势。毋若伫咧美国吼，逐个人唱；啊，传到欧洲去吼，伫咧英国佫较侪人唱。也偌侪人唱呢？讲连伦敦南部South London 拄好敢若 South Los Angeles 善良人、歹人才不了侪所在，连遐做妈妈的伫咧 South London 伫顾婴的人，原来伫唱迄条歌，互婴困，变做婴的歌。所以迄个歌的成功呢，安尼100年了后，咱抑佫伫咧遮咧唱。啊，唱这就是要应光上帝讲，上帝啊，阮感谢你。也互你呢，伫阮的生活内面有机会，吼，互阮佫通服侍你。啊，逐日爬起来的时阵，知影讲正骹的鞋啊，无去穿对倒骹去，毋通笑哦，有时会到位啊。所以咱都要感谢上帝，不管做啥物，拢感谢伊。有一个人，那讲到即条歌，国务长我都爱讲。有一个人，我若是安尼写吼，迄个人叫做 Irving Berlin。即个 Irving Berlin 呢，真后写底歌。啊，伊哦要做美国人的时阵足欢喜。啊，伊写的歌险险啊，互人甲选出来要做美国的国歌。所以即个 Irving Berlin 真后写。即条歌伊写的呢，是写讲圣主的恩典。啊，迄个英语讲。Count your blessing， 用圣主的恩典呢 ，instead of sheep， 卖算羊啊，吼，卖算羊啊。因为较早毋知伊是犹太人，
毋知是啥物人甲讲的吼，讲阿嬷若看孙仔伫困的时阵，甲摇吼，讲阿嬷讲，迄个孙伊都已经7、8岁啊，也困袂去，安尼伫吵。伊讲你都爱算羊啊吼，安尼1只、2只，啊看算到第几只吼，安尼算到第99，大概你困去啊嘛吼，所以你都要 count the sheep 哦。你算迄个羊各飞去吼，所以伊就安尼写迄条歌吼，讲咱就爱，咱若有看路，煞困袂去的时阵呢，算主的恩典，毋通去算羊啊，哦，所以伊安尼写真好。伊讲我若困袂去的时阵，结局我无要算羊啊，来算主的恩典。安尼我困的时阵呢，变做伫算主的恩典来困。所以伊讲，搁一项，你若阵去到托儿所、到育婴的所在，啊，马甲边遐有，啊，婴遐尼济，你若想着婴遐尼济，你会想到婴伫困，啊，伫困的笑容。所以你一个一个甲伊看遐个囡仔，安尼伫算的时阵，你就会好困，毋是伫埋怨。所以，搁倒转来，伊讲，我无要算羊啊，算主的恩典，你嘛着算主的恩典。所以，这条歌，即摆我唱无好听，无爱唱啊。但是 Bing Crosby 唱的《The White Christmas》，哦，你等于我甲听看觅，实在袂歹听，哦，实在是袂歹听。但是吼，我若是时间，有一项较要紧啊，因为我即摆来。今仔日要讲的是我是安怎要算主的恩典，因为这是我的信仰告别啊，这是我的 confession of faith。所以，什么是信仰告别呢？他拄啊咱吼，大家拢有读使徒的圣经，有无？吼，迄个是信仰的告别，迄个叫做 cradle， 吼 cradle。啊，这个 cradle 呢是我相信，我信。所以我今日要甲咱甲大家讲的是我信。我相信主耶稣道成肉体，伫十字架顶替我死，又国活，互我甲伊做阵国活。迄个福音是我得到永远活的确据，是一个证据啊！这是我相信的。第二，当我即马加一项，我相信神者。较早吼会用甲人辩神者的可能，即马袂啊。即马我相信有神者，抑搁一项有基督的快乐，因为我活是基督，我死得利益有福啊！这咱大家拢知。若是安尼，我相信保罗吼捌破病，有一款病吼，咱抑搁毋知，有个人讲伊吼是目睭疼，伊讲伊的身躯有一支刺，有啊无？所以伊甲上帝安怎讲？讲拜托上帝啊！我即支刺吼，甲我摕起来，有啊无？啊，上帝安怎讲？上帝讲我的恩典啊，够你用。真侪人读圣经读到遐讲安尼好啦吼，都上帝要甲你雕吼，就要互你听就对啦，哦。所以就恩典够你用啊。所以若够你用呢，就是shut up。你若听的时阵吞落去，食者药啊，会过去。是啊，毋是？我呢吼，真毋甘愿吼。我则想来想去，想到一个故事吼，是耶稣吼讲譬喻。啊，耶稣讲譬喻的时阵是讲吼，讲有一个朋友伫暗时啊做代志 ，friends at night 啊，有一个朋友暗时啊，因为伊的朋友来，啊，因兜呢拄无米。所以伊都爱去甲隔壁的借，安听无吼？所以即个伊是朋友来，伊都爱去甲隔壁借，所以伊走去隔壁甲弄门。啊，弄门的时阵，隔壁讲：我拍遮嘛穿好啊，我的囡仔送去眠床啊，啊，我已经甲因困做伙啊，毋通来甲我吵。但是伊个安怎？佫甲弄啊！啊，伊个安尼讲你都知影，我都已经腾起来啊！我逐项准备好势，我都要困啊！伊讲你转去啊，但是伊安怎？佫甲伊弄，
耶稣的譬如安怎讲？讲迄个朋友实在是足无爱，但是为着安尼弄个弄，伊讲啊，遮啰嗦哦，要困一下也未困的。迄款的朋友呢，伊嘛爬起来，啊，迄个米吼是无甲弹出去安尼啊，将你火摕转去，安尼就用个困。上帝减无迄个比迄个隔壁迄个人较好，所以吼加检讨安怎？加减好，安尼有理无？有啊吼。后来，所以对即马去，什么人若讲上帝恩典教育你用，你若听，毋通搁讨。我讲耶稣甲咱教讲，加减讨，加减好，安尼好无？哈，即条药我读了真欢喜。所以我吼信者，啊，我信基督的开来。我讲一个例，我上细汉的查某囝。伫要40岁啊！啊，我有3个查某囝呢，也吼因离开厝诶较久啊，所以我呢过去这20年哦，差不多若转去诶时阵，拢总是咧等因诶物啊献杀啊吼。也有时啊毋甘，就是讲阿伯无聊，因若看到因囡仔诶时阵哦，爱吼，无聊我摸家留起来好。我发现大诶吼较袂讨，较乖吼，所以无讨诶吼 ，stuff up animal， 迄个真水诶迄个。动物啊，安尼软诶，安尼会放咧困，大只细只有啊无？咱拢会买互咱诶孙仔会吼。所以迄款诶吼，我大汉诶无啦。二个吼较侪就是啦。啊，阮第三个吼足侪，一箱放落去安尼，倒一款诶都有啦吼。对鸟鼠啊，到啥物货拢有啦吼，逐项有，太奇怪吼。我才想到伊囡仔诶时阵哦。伊老母若甲伊做阵出去买菜也好，去买物也好，啊那个牵一下吼，啊伊安尼行到倒位吼，伊就讲 ，Can I have this？ 讲我用个买这袂，因老母 No，Can I have that？No， 啊 No 也无，食也无 ，No 也无，拢无。但是到伫咧抢到伫要交钱的时阵吼，伊搁对边仔搁摕起来吼，甲囥喺遐吼，因老母煞袂记咧讲 No， 哈！会记哦，加检讨安怎？加检讨，30年了，你甲看哦，伊的名上多啦，哦，无想到讲伊会遐多，但是伊的名实在伫遐嘛。我即马甲伊讲的时候，我无搁讲啦。我讲你歹去的迄个时标啊，哦，迄去到倒位迪士尼兰咯，啥物货安尼，逐项买哦，你的表啊120个，哦，你若只一个安尼用袂了，哦。啊！你买10几个安尼，拢总抑搁伫遐，所以吼，咱若加检讨吼，上帝会甲咱 spoil 啊，会甲咱宠坏。所以祈祷会就参加啊，早时啊起来啊祈祷哦，毋通讲祈祷就爱几摆，是咱甲上帝的关系。我看是甲上帝同行，咱将咱心所爱的甲伊讨啊，这是我相信的，安尼好无？哦，所以有一个囡仔，当我都爱跟煞吼。有一个囡仔，这个少年人，伊有一摆伊嘛写我信什么？迄个原因真简单，伊吼18岁，伊对 Connecticut， 伊出世伫 Connecticut， 伊18岁时阵去读 Princeton， 22岁毕业第1名，啊毕业了后，伊第一项就是讲我要去日本教册。安尼，这嘛是100年前的故事啊！我要去日本教册，讲要去教日本迄个美国话。啊，这去的时阵，在东京就教。到第2年的时阵呢，从头啊较接写批，啊第2年呢批较少，所以老母呢讲日本查某囝遐尼水吼，无然阮囝去就卖去啊。即摆写批吼，那会较少。啊，较早我听讲胡志之若写100批哦，3个月才会到哥伦比亚。即摆佫写1张批转来互因老母的时阵，佫3个月转来1年才写2张了尔嘛，对毋对？所以真啰嗦吼，所以因囝毋知是安怎呢？所以写批较少去，大概1年变做1张尔。所以因老母写批去的时阵呢，甲伊讲囝，我担心，我看落，因囝感觉讲啊，安尼毋对啊，所以伫咧遐吼有一暗迄暗。伊就安尼转去伊的房间，规圈咧祈祷了后，伊写
伊信什么，安尼好无？啊，迄个信什么吼，是伫咱新的信息，毋是咱即本，即本是较早1964的，即晚2009年有一本新的505首，讲我要重视，我要重视 ，I will be true。伊安怎讲呢？讲妈妈，我要重视，无辜负你的信任。第一句，伊讲妈妈，我要纯真，因为有你的关心。第三句，我要坚强，通面对世间正苦难。第四句，我要勇敢，通克服人生艰难。第二节你安尼讲吼，迄实是安尼刷落去。伊讲我要听人，无分对敌甲朋友。伊佫讲妈妈，我要施舍，心无求报赏。迄英语写会佫较明。伊讲我若互人，上帝啊，你都爱互我袂记得我送人什么，无要得到报赏。佫刷落伊甲因老母讲妈妈，我要谦卑，在我心神真软正。上尾句伊讲，我要望有主听人喜乐，会无样通帮助人，真感动人。因老母一个读着了，家己哭，毋敢佫邀伊的囝。迄个疼心呢，伊将即个因囝写伊相信什么，就你囝去互 Harper， 伫纽约有一个迄个，即摆还佫伫诶，迄个杂志叫做 Harper。伊讲我受感动，因为少年人影响我。我望做爸母诶人，拢亲像我，互阮囝受影响。所以迄个 Harper 呢，伫隔年母亲节的前，正经甲伊印出来，真侪人受感激。感激到伊对日本转来，伊去读新人院，3年了后，新人院毕业，洪牧师做副牧师，伫圣教会也煞去做总会青年会长。伊做青年会长的时阵，真爱为主做工，所以真爱为主做工的时阵，煞伊写的迄个呢，煞真侪人爱伊讲道理，伊就照伊读的，将伊的心佫摕出来讲。写伫伊的名片，所以若见有人来，伊就名片互伊。也有一个人，我若受感动，敢若缀伊行的，迄个人，你若摕圣诗看看下骹迄个，都是伊写的诗啦。伊谱迄个音乐吼，毋是会晓写音乐，伊毋捌音乐，但是他拄我咧讲，我要重视，无要辜负你的信任，人的信任，就是你的信任，妈妈你的信任。伊安尼咧讲的时阵呢，伊安尼足爱吼，将遐话记伫咧心内呢，用口述啊安怎讲？国语安怎讲？吹口哨，对，安尼啦吼，哭，他拄啊遮话呢，哭，通头是一句，即摆哪哭哪成，哪哭哪成，到有一日去参加一个青年会，有一个音乐家伫咧遐讲，你咧哭书啊，咧哭啥物货？伊讲。就是即张啊，即张我哭的。伊讲我会用甲你谱出来咧，我甲你 arrange 好无？伊讲好啊，我来。当即摆是替伊 arrange 的人的名伫咱的姓氏，还是迄个考试的伫咱的姓氏？考试的伫咱的姓氏，伊的名叫做 Peak。这我要讲这个意思是，写我相信的即个少年人。一世人敢若写迄项啊尔，迄个考试啊，一世人敢若迄条啦尔。安尼听有？安尼真心实吼，敢若即条啦尔影响较侪人。所以我要用安尼呢，来互所有的老爸老母，所有的囝儿，用咱505首I will be true， 真好的歌。较早吼，我若唱会哭咧啦吼。所以咱后摆若有机会再来唱。但是这是讲我相信，
啊，当我即摆已经讲，我相信什么？我相信耶稣，伊来世间替咱死，互咱得到永远活。所以咱无惊死息的关系。啊，咱搁一项活伫世间的日子，应当逐日快乐，为圣主的恩典的时阵，伊无辜负咱，伊袂放杀咱做无白囝。所以咱若安尼相信的时阵，咱活出耶稣的模样。但有真侪我相信，迄个相信的代志，通互咱做勉励。啊，我用安尼来甲咱大家三个勉励，请咱额头来祈祷。听阮的天父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互阮今早起，通伫遮做礼拜。阮恳求上帝，你祝福阮教会，纪念阮的软弱，互阮伫遮所有的奉献、所有的智慧、所有的阳光，拢总归于你。恳求你接纳阮的礼拜，恳求你祝福阮大家，互每当来也得到利益。安尼祈祷感恩，靠主的名，阿门。咱起立来吟圣诗510首，何乐天地主宰，也就。愿咱大家得到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天父上帝的疼痛，甲圣神的相通，对当到永远拢无离开咱。阿门。请坐，灭岛谢阮强受切恳。